嘅破聲，直接掉落通台灣，通台灣。来这个大呢，足大间你讲啊！我头一遍来呢。玉里门圣母庙这大间。我来过家香路的啊！安尼都有保庇啊。哎，我拄则呢过香路，我感觉迄烟拢穿起来，那亲像要飞上天你要飞上天啊？要飞上天。小弟，你先还袂当飞上天，先看卖啊。先好来啊！先看卖啊。总算来到上尾的地幕。上尾啊？嘿，请找出玉里门哦，高港道遗址，找出两种定水的神奇宝贝。哦。神奇宝贝哦，找到两种宝贝。啊，这是伫倒位啊？这是一块石头呀，啤酒。嘿，啤酒。酒杯啦吼。不大的，应该是不了当，因为你看边仔树啊。树啊，这应该是加差不多门口哈。是讲要找两种，啊，搁要找这个遗址啊，也是讲不，这间庙哦，不哩啊气派，迄个足大间，金光闪闪，哦，你甲看迄大庙，有影是大庙。嘿，是安尼无对，啊，不过咱那先去找一这。我知啦，我嘛是有咧找啦。哎呀，这是千里眼，我讲千里眼吼，啥物拢看有，啥物拢看会到。啊无咱来甲问讲吼，看伊会当互阮指示无？哎，千里眼你好。大中阮你好啊，你会当甲阮指示讲这个玉里门这位置到底是倒位无？啊，你若这个哦愿意吼，互阮一个这指示，就互阮一个圣杯啦吼。安尼是圣杯啦，圣杯啦，圣杯啦，有啦，有指示，有指示。那安尼你搁互阮一个方向。是两啥？哎，迄边，遐，迄边，遐会看遐。少年诶，嘿，恁是咧哦，我咧，你是庙陈立安啊，主委啦，啊，主委啊，副主委，不好意思，副主委，我咧找家啦。嘿啦，这地位置啊，讲位置。哦，这样。嘿，这伫倒位哈？啊，我带恁来较紧，对我后边。哦，对后边吼。不能跳小紧呢。不能跳小紧哦。行，走啊，走啊！哎，我真正要走，哎，注意，副主委，小等者，注意啊！紧来，加油！紧！副主委，走，注意啊！高啊呀！呀，这是这。啊，这地啊，啊，这，这，无唔对啦吼。无唔对。这是咱玉里门高港道的遗址啊。哦，所以较早遮拢是船啊，拢会当入来过来。遮拢是海的。啊，所以地形馆嘛是对这个玉里门了解。所以讲，阮若即马伫较早的时代，咱即马就是伫个海上啊。有尾啊就是讲，船民即马老土地就开始对外围啊入来遮做地砖头。了解。我先甲恁介绍到遮。嘿，有需要再找我。好，有需要就找你。好，多谢。好来。哦，来。哎，干嘛？台港内海出海口嘛是地成功进入台湾的海路，受到内海绿化影响，发展出丰沛民俗信仰。就是拄只，哎，搁一条。请找出宝贝一号。鸡水坝，这是哪亲像一粒，嘛是一粒啤酒呢吼。系啊，啊无。鸡水坝。咱再去找看卖啊。好啊。行。啊，就在。啊，无咱来找这个副主委啦。副主委就是讲，伊若需要伊的帮助，咱来当找伊。副主委啊！副主委，听啊！副主委啊，你有听到我的声音无？有听到我的歌声有无？有啊，好。刚才有淡薄抢吧？是讲，无啦，咱要问副主委讲，
阮要找这鸡水霸啦。嘿啊，哦，嘿，咁这也唔知，哦，有附近的，我带你来。是啊，有好，好，来，农夫注意了对啊，有影是有影是。伫遮呢，伫遮呢。哦，就是这，哎，哦，对啦，这块啦，这相比相相比，比共款啦，小共啦。嘿，啊对这边看，那有哦对这边边看。对这边，哦，这个是汽水坝，这个较早咱遮曾文溪吼嘿，向来泛滥，嘿，啊拢会报换帮的。庙是咱庄头的信仰中心嘛，阮遮拢拜妈祖，阮的信仰中心。啊，所以新明啊，嘿，就来指示哦，哦，做一个啊汽水坝，嘿，新比啊，咱就较袂掉水灾。哦，啊，咱唔通看种这是迷信的，所以这文字有文字伊的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所以这个汽水坝用了做水灾的时阵那个动起来，哎把这个动有厉害，哦，真厉害哎，呢，我若写一个阿良悄悄啉落就变巧呢。嘿，不一定，看你的功力，还是不一定，哦，看你的功力。好，看我功力，有信心，有信心。哦好，哦，讲要找出宝贝第2号，虎爷宝塔。好呀，好呀，宝塔意义我唔知，你唔知？啊，但是所在我知影，哦你家直直行去，嘿，嘿，吼啊遐看有对这较内行的先辈，就甲你介绍。好。这都是老阿厝呢，老阿厝啊，好当时有虎爷宝塔啦。好呀，宝塔，虎爷宝塔。哎，小弟，哈，食啦，啊，敢是？敢若是呢，我看者，上者。哎，我是讲，伊遮大呢，比我想的更较细。对，对啦，对吼，对啦，就是这样。你个看相片，嘿啊。哦。对啦，这边这对啦，就是好呀啦。拜谢。你吹掉啊，先拜呢。吹掉啊。哎啊，请问你来阮遮要创啥？你好，你好，歹势啊，阮来找这个虎爷宝哦，塔。啊，好呀，宝塔就是这支啊，对哦，哎，就是这个啊。啊是讲哦，你敢会当替阮吼小解这个虎爷宝塔，伊敢有啥物意义哈？这个好呀，宝塔呢，啊，会当讲伫咱这个所在啊，已经差不多将近要正100年啊。正100年这正久啊！ 100年的历史啊，哦，会当助社保平安。讲咱遮就是台南县甲台南市的上边界啊，早时哦，下迄个地图是安尼。啊，专门去改道了，然后破开，啊破开咱遮土城较好做啊溪南，哦啊，迄个七股遮做溪北，所以讲咱较有这个溪南甲溪北的分别。哦，了解。啊，这个好呀塔就是比较兼治水啦。哦，等于讲洪水以免迄个水入来就对安尼啦。哦，所以遮咧定这个刷就是安尼。其实有影足重要的。感谢啊，你家个慢慢啊看吼，啊，我咧无用吼，啊，我先来我欢迎这里，吼，啊，有恁来多谢，哎，单上多谢。哦，这有特别呢。真正哎诶，呀，你个看，现在真正你看伊方向就位遐，位迄边嘛。无怪，我是讲伊安尼挖一个，对啊。因为迄边是迄落海啦，水迄边啦，对啊。咱咧两种拢找着哦，来啊，随讲随来，随讲随来，你也是随讲随来。消息海主题之路完成。对啦，水。哎，水啊！感谢，完成，感谢。感谢。我感觉有影是有搁较进一步的熟悉，你会发现讲，今仔日所行的遮的主题，拢和拄则我讲的青米蛇有关联，和台湾人来诶讨谈、食穿哦，啊个生活的方式拢足有关联的，因为青米蛇的关系，大家变出无共款的生存方式。对，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和较早有了解较侪无共的所在。因为阮嘛是一站一站安尼过有无？我嘛感觉咱就像迄个溪流安尼共款，安尼咧一站一站安尼过，安尼甲流落来。啊，阮是无去共弄啊，阮就安尼顺啊，安尼顺安尼一关一关安尼过。啊嘛当然中拢有一寡老师咧甲阮斗相共安尼，对。我行了，我才发现讲吼。原来地方家加信用是都有关系，互我家己嘛有做者体验，互我更较了解讲吼，其实大家所在其实拢是安尼牵做伙。有影欢喜啦！啊，这啥？啊，搁有无？有啊。
领奖咯，前往另一个主题之路。咱刚刚完成了，系啊，过来一条新的。过来一条新的。这条线都通台湾。你有看到啊？系啊，不是你冇拍到，对咧，咁是唔是啦？是啊。无啦，伊迄顶管是写有你们公，哎呦！你要不要摆酒厅？你要不要烧肉？我就摆。台湾是现实解锁，当然西把的烧肉，唔免背包我用力在这里靠山。西口来的那些海货书柜，春夏秋冬比例，台湾需要大家播下。哎，这条道路通。